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9日新闻，我是嘉豪。金门有2名钓客17坐船出海去钓鱼，这船啊无油，就安尼先流对中国福建去，18去互中国海警救起来。本地19就被登来到金门，说因为其中一个钓客身份可能是这金防部现役的士官，规个计划是出现变数，目前是拢无消无息。金防部表示，人员平安登来上重要，目前金门县政府和海巡也等在协调当中。金门防卫司令部一个姓吴的中士，17号困甲姓吴的朋友坐船去北定岛迄库里亚钓鱼啊，因为大雾失去联络，后来因为动力消息，漂流去到福建围头湾的海域，18较前已经去互中国海警救起来。国台办暗时啊回应讲，2个人身体状况正常，会赶紧安排转去金门。有风声讲官邸按算早起要去甲接，不过若像因为姓吴的男性是现役军人的身份逼供，甲上头的计划产生变化。海上突发状况的人道救援是普世价值，现在最重要的是将2位平安顺利地接回金门。目前由金门县政府及海巡单位在协调中。敢是因为军人的身份，地处上头的计划出现变化，金防部并无正面回应。因为2017年，捌有军人出海钓鱼啊，互中国救起来，尾手是金门红十字会甲接转来。专家讲，若是已经查证士兵是单纯出海钓鱼啊，照2番演过咧，甲上转也是无问题。不过因为快艇变起的事件了后，变较敏感，中国的动作要是要注意。因为他的确没有任何的意图啊，那但是我们也要防范说他拖延时间久一点，然后让金门这边焦虑，或者是必须要提什么条件，或者是跟他谈判等等啊，就很难说。有分析认为讲，最近2番有合作搜救的情形。国台办嘛讲，即届这2个人去钓鱼的事件是人道救援，甲快艇变起的事件无牵连，那像2番的关系有改变的可能。不过目前中国敢是因为钓客军人的身份，或者是海顶天气无好，延长点伫遐的时间，也无进一步的消息，就看双方后续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再发生这校园霸凌事件，桃园中林某一间国中8年级的查某学生，可能是长期以来互一名9年级的学生霸凌。顶礼拜六学校举办亲子教育活动日的时阵发生冲突，所以雄雄想袂开去跳楼。目前经过抢救，当咧交予病房观察。看到真平静的国中校园，发生8年级的女学生跳楼的事故。有民众讲，这个女学生若像长期受到一名9年级学生精神的霸凌，可能记载袂掉，怎咧跳楼。紧急救护送病院，目前已经完成开刀，伫家护病房继续观察。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们其实都也很舍不得啦哈。那但是呢，事情发生，我们后续的处理，尽速的做成一个霸凌的调查的成果，然后呢厘清真相。学校表示，这个查某学生伫学校真乖。之前家长嘛无反映过有霸凌的情形，市长刘善政伫人面册铺文讲，受伤的学生因父母讲，这个囡仔真善良，因敢有一个诉求，希望会当调查清楚到底是啥物原因来跳楼。市长嘛甲因挂保证，绝对会调查清楚这件代志的真相，所有监视器的画面拢会保留，而且接受调阅。今天一早已经在学校里面做反霸凌的宣导，同时对于这些疑似施暴的这些同学也开始做一些辅导。目前学校已经进行校安的通报，启动霸凌调查小组，要赶紧理清代志的头尾。嘛针对受伤的学生因迄班的同学做情绪辅导甲减压的活动，学校霸凌的事件袂少，因应最近这几年霸凌样态变化，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修法。不过，立委认为讲定义无明确，恐惊会造成学校第一线执行有困难。没有权力不对等的规范，所以这变成说，未来我要在判定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空间。师对生的霸凌应该要更明确哈，定义再扩及到做体育训练的老师。19日法院针对校园霸凌防治举行公听会，邀请各地方教育局处来讨论。除了讨论霸凌事件调查的听书，嘛点出辅导当事人学生的工课，称在无受重视。应该互机制较周知的。教育部官员表示，各界意见拢会参考甲建议。记者综合报道。经过儿童福利联盟认证过，这灵母说甲囡仔虐待死亡，引起社会愤怒。着立委逼讲，这可能毋是孤一个案件，因为5年前新德县也捌发生过一案。立委是呼吁讲，着爱修改出养进前的法院依据，明确制定出资质机构。
另外，资管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也表示，4月初4儿童节要伫个自由广场举办集会，招大家做伙来保护囡仔。开气候2号林明认证的年母虐待死亡，引起社会愤怒。民进党立委林月琴18日伫反应表示，开案件恐惊毋是头一案，因为伫5年前新德县原有佩的案件，嘛是经由移民安排介绍专日托的年母，毋过才2个月就死亡。本案是由案家自行委托儿童福利联盟办理出养的程序。那儿盟也已经在107年的12月完成出养前的安置服务。消费处指出，接到通报了后，有派社工访视了解实际的状况。不过因为家属无提出相关社福需求，毋才会无开案。尾也家属向移民提出告诉，双方进入司法侦查庭时无法度介入了解。公布批案的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表示，主管机关应该修改出养前的法院依据，并明确制定家外儿童虐待处理的组织机关。从108年开始，那陆陆续续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那表示我们的防堵机制上是不够的。家外的一个儿虐，我觉得保护司都说不是他的工作的话，那我觉得那就请卫福部把定出来，不是保护司只做家内的，不做家外，那家外谁应该来做处理？王玉明已经请辞了。那么儿盟的执行长也请辞了，那董事长好像都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在那个位置上。儿盟自己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他们的董事长应该知所进退。移民执行长白丽芳下节将100个移民员工人数要求到白丽芳，董事长林志嘉原有立委加外界点名爱负责，资管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再去开直播，公布4月初4儿童节下晡2点，要伫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前摆楼小广场举行护儿集会行动。4月4号，大家都可以带孩子来。这个活动，它不是要消费谁，所以我们在活动上面没有凯凯的名字。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保护所有的孩子。这些年，我看孩子的遗体看太多了。虐待儿童致死死亡案件负责个案姓陈的社工，互人靠手铐以上的画面，引起执法超过的记录。台北市社会工作人员指导工会发起320停社工的活动，提出5点声明，包括收回提高访视次数要求、保障社工职业个资安全等，强调社工不是神，未通灵，希望大家看到社工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国内4月要起电钱，可能会让这物价超过2%的经界线。进前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若阵通货膨胀长期拢超过2%，预期心理真强，真歹降落来。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表示，会去斟酌调整这民生的电价，避免去影响到物价。市场是认为讲，央行可能会升息来压制通货膨胀，不过有专家认为讲，这央行应该袂安尼先做才是。4月就要公布国内上新的电价，各界拢烦恼讲，起电钱会造成物价对得起，互民众是袂堪值。行政院长陈建仁参加活动时阵讲，会搁较有路来调整民生电价。电价的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做很细致的这个调整哦。对于用电的大户呢，我们会给予比较高的电价；那用电的这个一般的民众呢，会给比较低的电价。你的成本要控制，因为成本一上去。又转嫁到用户的话，这个反而不好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挑战。远东集团董事长齐旭东讲，即摆电池调起，对用电量大的产业恐惊会增加成本，即当欠电来省成本。只是最近拄着卫福部取消挂号费的上限，若伫外口食饭的钱对电池做伙起，恐惊真歹转来原价。主计总处安尼讲。最近监控物价有观察到说，一颗水煎包大概通了多少钱？大概15到20。进前央行总裁杨金龙讲，电池对伫外口食饭含用电较大的产业会有影响。对这礼拜是要开今年第1场理监事会议，会谨慎就职来讨论。会考量到就是说这个电价调涨哈，那造成的这个通膨上扬，这个是属于这个成本推升啊，而不是需求拉抬哈。那因此它不见得会在货币政策上做反应。专家认为讲，国内通膨的走势可能会当伫后半年渐渐变较好。推过央行即摆未调整缩限的政策，但民众这边最近可能会感受到实质所得减少，消费力嘛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的老品牌东升导游洪伯讲，为着要省成本，已经无家己激导游啊，是去买别人的导游回来调味。业者表示讲，因为这新厂房当的准备产量不足，才会用别人的导游来搭，日后也会家己激导游。目前台南市政府已经去稽查确认事案，也要调查这业者敢有老实表示。导游灌入去桶仔内，工厂来真无用。台南老字号品牌东升导游以古法制造出名，进前是市政府为林志玲准备的嫁妆之一，即马煞互人别空。第二代接班了后，好亲像想要省成本，家己做，是去甲两大导游厂买青导游来调味。他们本身也是经过检验的，合法的厂家，我们才会选购。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主要是选用优质的厂家来做我们的一个background的一个协助，而不代表说我们自己不酿造。从头到尾，我们自己都有在酿造。拍开桶座内底是拄啊结好的导游，业者是讲这是无实在别空。不会讲买白抢的导游，是因为新厂扩充，目前产量不足，毋过结好的库存还有500多吨。我导游蛮好食的啊，导游袂歹食啦，袂歹食吼。嘿啦，伊的酿造吼嘛做到真好啦。当地民众也是真有信心，其他的导游厂表示，买白牌青导游无算罕见，甚至会有业者来卖。不过卖嘛是本来就会使食的无糖导游。通常会依照品牌它的需求，比如说它可能 A 品牌加 B 品牌，或者是加自己的酱汁。那个酱汁本身是安全可以吃的，只是说就不是自己全部由自己去酿造这样。虽然不是以白青的导游直接打票头来卖，不过因为部分产品确实已经不是由当成专庭制作，卫生局甲消保官19上门稽查，确认产品的食安。后续原来的调查业者是不是有牵涉到产品标示无实在？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百日嗽的确定病例是北部拄满有的囡仔，目前已经复原出院。另外，也出现本土头一个本土的流行性脑膜炎个案，是北部4岁的查甫囡仔，治疗了后已经稳定。相关的接触者有19个人，也拢先预防性治疗，无排除是有病困的大人恶护囡仔。过来出现今年第一例百日嗽确定病例，个案是北部拄出生满月查甫红仔啊，未到会当治百日嗽预防12年岁，3月初出现酷嗽这症头，2天后嘛是一直在嗽，而且未喘气。看医生发现有双鼻肺炎，收治伫加护病房，采检确认为着百日嗽杆菌，好在再经过治疗，即马已经康复出院。对这个百日咳没有免疫力的话呢，那除了有可能会并发肺炎之外，那另外可能也因为这个阵发性的咳嗽的症状加剧的话，也会有出现这个缺氧或甚至癫痫的这个情形。那严重的话是可能会致死的。另外，今年嘛出现第一例本土的脑膜炎确定病例，是北部一个4岁的细汉查某囡仔，3月初开始在嗽，看医生时阵身躯出现胶色的斑点，中国发生败血症，而且出现规身躯拢在出来镜头。好在在伫治疗了后，目前状况已经稳定。相关接触者19个人已经预防性互因食药啊，无排除是身躯顶有杆菌的健康成人去喂互细汉囡仔。健康人他大概有5%到10%的这个鼻咽会有带这样子的菌，那如果是在这个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呢，大概有这个小于1%的风险哦，它有可能进入到体内而造成这个并发脑膜炎或甚至败血症。另外，新冠和流感疫情虽然已经过高原期，当慢慢在降，但白沙屯妈祖世界活动正在进行。疾管署嘛提醒讲，宗教活动人真多，民众去进香嘛是要挂喙安，注意手的卫生，才当降低呼吸道感染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间大饭店，最近互消费者投诉，讲因的囡仔呢，伫饭店房间的涂骹捡到亲像玻璃物件，规个放喺喙，害囡仔规支喙拢是血。家长也认为讲，这饭店的态度拢伫咧激烂，唔载人客去病院，干那赔因400块尔。饭店是解说讲，迄天人客讲家己要驶车去病院，也怀疑讲是囡仔甲这笔的塑胶挂夹破去，才发生这款的意外。饭店的人员认真摒扫，不过若是有囡仔家长就要注意。有一位黄先生伫网络投稿，17带囡仔来住这间饭店，囡仔伫涂骹捡到亲像玻璃有仔的物件，伊发现的时阵，囡仔的喙已经流血，赶紧联络饭店的人员。不过对方煞干那问讲，敢爱替因叫车，落尾饭店干那提出400块医药费，连打电话关心都无。也是说他们坚决说他们有要带我们去，是我们不要的。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我就跟
那个饭店的主管讲说，那你把证据拿出来，还是监视器旁边监视器调出来看有没有。针对民众不满饭店的处理，饭店回应讲，迄天是民众讲要家己塞车去病院，嘛强调这是别个塑胶挂，不是玻璃，落尾也有替人去换房间。整理房间的时候有发现，就是疑似就是在床头柜上的一个塑胶笔盖，那有被咬碎的一个痕迹。那在当下的话，我们有主动的跟客人联系，表示要送客人到医院就医，然后另外也有要帮他安排相关的一个急救措施。那消费者的部分的话，都是予以婉拒。其他有囡仔的家长表示讲，发生意外的饭店就要好好回息咧，也认为家长应该爱甲囡仔顾好，别互囡仔捡到有危险的物件。这个家长当然要自己注意，不在房间里面，饭店人员不可能帮你去注意到，这家长就要自己去注意的。黄先生表示讲，目前爱等囡仔空喙收缩，搁爱观察后壁排泄的状况。饭店也表示讲，19已经有敲电话关心，希望囡仔会当赶紧恢复。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和北韩拢讲要动用核武来甲人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18就引用奥斯卡得奖电影《奥本海默》来警告世界各国，讲目前碰到这60年来上严重的核战风险，而且美国、日本也提出决议，讲任何国家拢袂当伫咧外太空部署核武。得到第9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等等这项奖项的电影《奥本海默》，是在讲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伫参加研制原子弹的过程。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18伫安理会因这部电影呼吁各国裁军，而且警告讲，人类是无法度伫奥本海默的第2集内面活落去的。Nuclear weapons are the most destructive weapons ever invented, capable of eliminating all life on Earth. There is one path, and one path only, that will vanquish this senseless and suicidal shadow once and for all. We need disarmament now. 美国和日本18嘛向安理会提出决议，敦促所有的国家禁止伫太空部署核武，各国有义务完全遵守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但伫宣布这项决议进前，2月北京就已经证实罗西亚已经有反卫星武器的能力，只是还未正式使用尔。Russia's nuclear threats, let alone any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r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ussia and China have remained unwilling to engage in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around arms control or risk reduction. What's more, both countries have defended and even enabled dangerous proliferators. 另外一方面，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领导人金正恩伫18是亲身指导西部地区的炮兵部队，进行设定会当砍规个朝鲜半岛的超大型飞弹射击训练。日本共同社16是指出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差不多50粒北韩的弹道飞弹，和罗西亚用来攻击乌克兰，造成24个人死亡，超过100个人受伤。乌克兰检察总长办公室战争罪部门的负责人别洛索夫讲，分析伫战场找到的北韩飞弹的残骸，发现这种罗西亚在使用是北韩制造的飞弹，品质会使讲是真低，精准度嘛干那20%尔。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美国总统拜登让过外会了后，拜一暗搁再讲电话讨论到加沙的战况。纳坦雅胡强调以色列会消灭哈马斯，拜登也甲因警告讲，以色列若准硬要入去拉法，会互加沙地区变更较混乱。不过北京也表示，以色列会派代表团去华府会谈，伫咧会谈进前，以色列军队未对拉法采取行动。因为加沙战争关系紧张的美国总统拜登，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个过外过了后，18总算头一摆通电话。The president emphasized his bone-deep commitment to ensuring the long-term security of Israel, and he affirmed, as he did i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that Israel has a right to go after Hamas. 拜登甲纳坦雅胡顶一摆通电话已经是2月15，交用过每一天或者是每一礼拜通电话来比，双方的关系有较降温。美国甲以色列领导人互动冷淡，原因出伫两国最近对加沙战争的态度无啥共款。18电话当中，拜
拜登搁一届警告纳坦雅胡，伫无充分疏散百万百姓准备之下，以色列军方向攻入去拉法，会造成灾难。 But a major ground operation there would be a mistake. It would lead to more innocent civilian deaths, worsen the already dire humanitarian crisis, deepen the anarchy in Gaza, and further isolate Israel internationally. 白宫形容这场会谈是公事公办，不过嘛强调讲，美国未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向来会谈的细节，纳坦雅胡是无加讲，不过强调讲会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 שוחחתי הערב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ג'ו ביידן. דיברנו על ההתפתחויות האחרונות במלחמה, לרבות המחויבות של ישראל להשיג את כל מטרות המלחמה. חיסול החמאס, שחרור כל חטופינו, והבטחה שעזה לא תהווה יותר איום על ישראל. תוך כדי מתן הסיוע ההומניטרי ההכרחי שמסייע להשיג את המטרות הללו. 美国甲以色列双方已经同意，以色列会派出一个由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高级代表团去华府会谈。会谈进前，以色列军方未对拉法采取行动。不过，就伫同一天，以色列军方搁一届攻击加沙北部，少数要伫运作，收容几百个百姓的司法病院。以色列军方讲，已经消灭20个枪手，查到武器甲伊爆炸的物件，还有提供予哈马斯的现金。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古巴对3月开始，大部分的所在一天就要停电14点钟。第二大城圣地亚哥一个月17日，就几落百人上街头示威抗议。古巴的总统就批评这是美国的恐怖分子伫背后塞人。美国国务院也批评讲，这款的指控实在是伤过分嘛。 几落百位民众伫咧路的规定大声喊讲，要伫电加食物。古巴第二大城圣地亚哥17出现正罕见的公开抗议，因为当地大部分的地区伫到3月份了，逐天拢停电超过14点钟。佮加上食的食物、燃料甲药品欠甲正严重，互古巴的紧张局势愈来愈严重。¿Realmente el gobierno es capaz o no de frenar esa tasa? Esa respuesta no me la sé, pero es el mayor encargado de hacerlo, porque si no es él, si no son ellos, ¿quién lo va a hacer? El pueblo no lo va a hacer, el pueblo no puede hacer eso, el pueblo no tiene cómo responder. 美国自1960年代开始经济制裁古巴，自从新冠疫情了后，1100万人口的古巴更加拄到空前的经济危机，引起创纪录的人口外流，有超过40万人移居到美国。 今年2月份，古巴政府第一遍向联合国要求斗3天，希望会当提供牛奶粉，予因国家内面7岁以下的囡仔。古巴总统迪亚士卡奈伫社群媒体证实，接受抗议活动，因故伊批评这是来自美国的恐怖分子，正伫咧破坏政局的稳定，呼吁爱维护宁静祥和的气氛。古巴外交部也指责美国透过大使馆干涉古巴的内政。It'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 a violation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the embassy is stepping outside of its boundaries, and it needed to be called fo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behind these protests in Cuba, and the accusation of that is absurd. 古巴的通膨正严重，官方讲已经到30%，不过实际数字恐惊是更较悬，这样造成古巴的批数大幅度暴跌。政府3月甲燃料的计价提悬5倍以上，互古巴人民的落地啊更较严。美国国务院是强调，发生抗议反映古巴的严重局势，希望古巴当局唔通行暴力加无公正的拘留，并且尊重古巴公民和平集会权利。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澳洲的计程车司机不办 Uber 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意，对 Uber 提起集体诉讼，官司是拍5年多，最近双方和解啊 ，Uber 就要赔付计程车司机2亿7千万的澳币，大概是代票56亿。这条和解金也是这澳洲有史以来第5关的集体诉讼和解金。心情轻松，行出法院。澳洲差不多8000个计程车驾驶部分轿车平台 Uber 自2012年进入澳洲市场威胁生活，提起集体诉讼。5年外诉讼即马结束 ，Uber 会赔偿2.7亿澳币，差不多新台币56亿，甲司机达成天价和解。Today, Maurice Blackburn is very prou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secured a $271.8 million settlement in the Uber class action. If approved by the court, this will be
the 5th highest class action settlement in Australian legal history. 计程车驾驶员国代表尼克对结果真满意，伊认为这是计程车司机甲运营商这类小企业的胜利，因为澳洲福保占尽优势，打造执照计程车司机的办法，而且违反当地法律，依愿继续经营，即嘛总算付出代价。I feel great. It's been a 5-year battle, and today it can go down as a win and as an exampl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at can be done. 轿车平台大企业伫澳洲踢得铁板 ，Uber 回应这是历史强业，因为 Uber 成立的时阵，世界上根本也无强行法规，即嘛除了互消费者带来更较侪选择甲更较好的体验，也为数十万的澳大利亚工人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提出好改善，是希望将这问题全部留在过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0年前的3月19发生枪案，前副总统卢秀莲呼吁重新启动319枪案的调查。不过淡水边后生陈志忠认为，目前重要的不是调查，是结案。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会进一步去了解卢前副总统的诉求，敢要重新调查，会交予相关的单位做专业的判断。在医务人员的悉心照顾之下，阿扁没有问题，请大家放心。今天下午一阵枪响，引起各界震惊。所幸总统跟我有惊无险，安然无恙。亲身录影甲全国的人民报平安。2004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代表民进党竞选连任正副总统的陈水扁甲李秀莲，在台南市拜票的时阵着枪。即马319枪击案已经20年，前副总统李秀莲阁登去立法院。呼吁重新启动调查，嘛批评过去20年司法弊端。朝野不分党派，只求真相，利用本案来确立我们的确是司法正义的国家。所以我希望贵委员会能够敦促法务部针对本案重塑调查。并追究过去20年的司法怠惰。李秀莲提出4项诉求，包括根据319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重新启动319枪击案的调查。立法院应该监督检调单位公布相关的档案，让当事人查验核对，请立法院向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调阅资料。最后，希望调查不分党派找出真相。不过，陈水扁因后生，也就是民进党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认为讲，重新调查16年，经过骂带无分压力的政府，若有新的事实、新的证据，早就翻案啊。即马第一要紧的，不是重新启动调查，是结案。针对李前副总统的诉求啊，我们会进一步的去了解。至于说是不是重新调查，将由权责单位啊来做专业的判断。所有的案件，我相信人证物证都在，大家都可以去检视。迄当阵的刑事局长，也就是即卖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目前甲人证拢要伫哩，会当提供检视。针对李秀莲的တင်情，立法院司委会调委吴宗宪、张嘉宾，还有立委罗志强拢持正面的态度。吴宗宪阁当场答应讲，会甲相关的资讯早登去委员会讨论。立委张启凯表示，民众党团支持重新启动调查，希望甲拿了做伙公开319枪击案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10年前的日头花学运，迄阵人到达有啥物款的改变呢？来看黄燕如，伊是头一批冲入去立法院的学生，后来伊无行社运这条路，即马是带家友去摒扫趁钱社工。伊对社会抗争到社会服务，伊讲想要互台湾愈来愈好的心意是无改变的。下面很温馨的，下面很像。店内底气氛是真热，这是燕如清在甲老战友聚会所在。大学的时阵，燕如就开始参加社会运动。10年前的318学运，伊是头一批冲入去立法院的学生，嘛互号做是重组的。迄当阵，伊负责医市机场内底的特殊。我们就赶快把事情做好，赶快在议场里面建立就是物资管道啊，或者是就是安全总管。后来到后面的时候，比较多的是人力的调度，就是议场院的 HR。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比较清楚。这群人迄当阵拢是大学生，10年过去啊，讲到318学运的情形，因有缘重返理想，不过热情消退了后，即卖生活是啥款呢？那这边是我们就是协会最特别的一个部门，就是死亡现场清洁业。对，然后我们也会教导街友是如何清理，就是比如说孤独死啊。2014年退场完之后，那其实每个人去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去改变台湾的现在这个社会，然后也是每个人想做的。有人去参政，有人去当幕僚，然后我就回到民生相关。如果回到10年前，我会想对那个时候的我自己说，就是再多坚强一点。你要坚强起来，你才会有能量去承担更多别人的状态。为社运到社工，为抗争到服务，黄燕如讲，坚持理念做正确的代志，都是社会正向的力量。10年前的学运撼动世界，10年后伊转化热情，要互日头花开伫每一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2014年日头花学运结束了后，人民对政治有新的期待，所以伫咧2015年也催生出第3势力的新政党时代力量。不过今年初立委选举，时代力量的立委呢，连一席拢无摕到。当初是王婉如就认为，这和政治名称退党有牵连。也学者认为，讲是时代力量和民进党之间无做出政治路线的差别所造成的。跟大家抱歉。这一切是我们不够努力，所以没有办法能够跨越门槛，继续留在国会为大家服务。2024年立委选举结束了后，本地有30立委的时代力量担任一席都无，政党票也敢若摕到2.57%，无到3%，政党补助款也无落。这个自318日头会运动了后才成立的政党，10年后面临瓦解的危机。有学者认为是时代力量和民进党的政治路线无做出差别所致。从时代力量出走的政治人物的话，也多半都是加入民进党，所以说使得民进党跟时代力量之间的区分呢是越来越近，越来越模糊。如果时代力量又被民调都认为说他可能很难超过5%，那我这一票不如支持民进党。时代力量自2015年创党以来风波不断，比如因为理念分裂，2019年林抢做洪志勇宣布退党，前党主席黄国昌甚至在去年退党加入民众党。王婉如指出，这政治名称的离开，确实对选举的结果造成冲击。虽望今年的选举大输，时代力量有关相信小党有存在的必要性。我觉得第三势力，我期待的是有价值，而且是能够合理监督的第三势力，所以我非常在乎台湾有没有时代力量。时代力量标志的一个有理想的，更注重公平正义的，然后更扶助弱势的，这个角度啊，我感觉永远不会没有市场。这个对日头会运动催生出来的政党，但拄到创党以来上大的挑战。不过，党主席王婉如表示，率来党团会彻底检讨失败原因，重新出发。也那前立委柯显智是认为，台湾袂使无为弱势发声的政党，希望会当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社群平台顶影片，少年人和囡仔拢真介意，有可能会看甲去互迷去。民间团体表示讲，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这个影片的囡仔拢有可能去模仿。教育部长潘文忠就回应讲，会继续进行教师精灵，而且增加教案协助老师，帮助囡仔强化判断的能力。摕手机啊，手一直愈来愈去，敢若短短几秒钟嘛会当看一堆这种短影片，这是即卖少年人上爱做的代志。搞笑吧，梗图那种，时间不一定吧，就是无聊没事之后就可能滑一下这样。就是随便滑啦，就没有固定的那个要看什么，就是人家做什么奇怪的实验，然后做模型之类的。抖音、IG、小黄册各大平台的短影音，少年人拢有在用，真侪人一天是开几点钟在看，但是有立委烦恼讲，囡仔安尼看甲停袂落来，万因若伤痴迷，对因的自制力和专注力、恐惊拢会有影响。
过度的使用短影音会降低注意力，影响自制力，还有它其实内容呢教育价值很有限，很容易上瘾，包含说一些恶搞的行为，或者是不安全的一个行为，只要能够吸睛或是有流量，那儿少就会去做一些模仿。青少年小这种短影片嘛，互监管基金会真烦恼，惊因的判断能力无够，若有黄色也是暴力的内容，对因来讲拢是风险，若是搁较严重，有可能引起模仿的效应。除了会持续的增能老师的增能之外，希望在这上面随时能够支持老师在这上面在指导学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教材。对立为提议增加师生识别的课程，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肯定，马上就会继续进行教师的精灵，提供教案帮助老师来强化学生的判断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宗教需求增加，照顾服务员唔但爱搬重的物件会受伤，连哄照顾的人也可能会受伤，就爱食官司。劳动部也当咧编相关的工作辅具教育训练教材，希望加强照顾服务员使用辅具的材料，减轻作业的负担。替坐轮椅的伴讲的腰下一直大，照护员确认伊会当徛在了后，再搁使用另外一个有链的助行器协助伊会当行大运动，使用辅助工具协助，唔会当互照顾的人安全，照护员嘛会当减少作业伤害。有辅具在长辈身上的时候，你的力道是可以正确的抓在辅具的上面。那在你力道使用上面，当然辅具就可以帮你分担，然后你的姿势也比较不会错。助行器建议就是要使用有副轮子的。那像现在新北市的辅具中心，就是可以免费就是跟他申请。个人社会内啊，长照服务需求大。去年中部一间长照机构因为人力不足，致使互人照顾的人意外受伤。北部原来有照护员因为使用轮椅无适当，致使互照顾的人绊倒受伤，互法院判赔差不多25万。专家认为，若是照护员较省力，使用辅具嘛，当减少意外发生。照顾我们长照个案的时候，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呢，其实是我们的腰椎嘛，辅具。那如果有政府的补助能够再多一点预算的话，我想不管对机构或是对家庭来讲都是好的。照服员的训练课程90个小时来说，辅具占教学的比例其实是很少，大概也只有占了6个小时。劳动部调查，照护员负担上重的作业就是搬扛个案，协助个案上楼层，也甲轮椅洗身躯、刷位之类，当地编写工作辅助工具教育训练的教材，希望加强照护员使用辅助工具的认识，减轻作业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每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人口老化速度是真紧，8年来就对高龄社会进入到超高龄社会。英国的国家灯会秀创新研究中心希望和台湾合作，特别找阳明交通大学，双方今仔日签 MOU， 做全球老化研究，也要开发这老人产业的科技。根据国发会统计，台湾安怎的伫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20%，5个人当中就有1个是老人。亲像英国嘛有高龄化的问题，不过速度无台湾遮紧。但是英国国家灯会秀创新研究中心想要和台湾合作，阳明交大就是因伫咧台湾第一个合作的优盘，希望透过 Voice 平台来整合全球人口老化的问题和健康灯会秀的分析研究。Which really enable people to have early warning when there might be a problem. So if they can predict a problem, they can also help prevent it. And so that way we can prevent, for example, falls in the home and really help people to kind of maximise their quality of life. 英国国家创新研究中心拜二特别和阳明交大签合作备忘录。总统府主席沈应丁是表示，行政院已经核定4年95亿的预算，要带动高龄经济发展。但是要安怎做呢？专家是认为，政府伫咧分配资源的时阵，都要有多面向的思考。最大的合作的目标就是希望以全世界为群体，然后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这个知识和技术科学研发的一个结合，跟商业模式的推动，去改变整个世界未来大家老后的世界。其实政府做了很多的事情，在部件资源，从医疗体系到社区到长照，都会比较针对那个16%。可是我们必须要在部件的同时去思考另外一群还没有老的人。
根据国发会预估，台湾伫咧短8年来，就会对高龄社会变做超高龄社会。但是和英国比起来，因伫咧高龄社会的阶段，就维持50年遮久，确实有真侪经验是值得咱台湾参考的。也若对方是希望讲，会当透过台湾科技产业的优势，做伙合作，为全球长火球科技做出好的贡献。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台南的芦笋出产量是全台湾第2多，其中将军种伫室外芦笋本地2月会当采收，却受到这气候影响，产季延后半个月。农民也讲，今年因为进口芦笋的关系，地区价值偏英国较歹。将军农会表示，等4月芦笋大出了后，产量渐渐稳定，价销就会大大转来啊。农民的田领头挖来挖去，当咧想到1支芦笋长度好通采收。台南将军种伫室外芦笋园，原本2月底准备通收成，不过这摆却因为去年风台影响，地区芦笋成长较慢，影响采收。农民讲产量平英贵减2成，价销嘛受到进口影响对咧落，即阵采收的人工搁真恶请，嘛互因真头疼。今年价销较歹啊，就应该是进口的较济，进口的入来较济，啊，阮的价销就较歹安尼。请无工的这个情形咧？请无工有咯，错无。老的是老啦，啊，落剩少年的是较无要做安尼啦。拢袂当停困，因为伊这拢会一日一日量大，啊量大的吼出产，人也无爱甲咱买，所以袂使讲量叫成果悬拄啊好，伊就爱看啊，逐工爱行。中军农会参农民继续种芦笋的面积有6.3公顷，农会讲整个产量伫4月份得豆豆的恢复，伫大出了后进口量减少，价销得平稳。这个产业将近75派工课拢需要靠人工，农会引进设备来分级包装，若成功连客族面积嘛增加，产量价销就较稳定。啊，即马挂足济，你等下分级嘛是迄个时挂偌这时间分级嘛是偌这个时间后，增加收割面积了后，送贩所客族面积就减少，所以讲会去靠着送贩要卖脆，卖农药要靠送贩卖脆，这个物件阮会当搁增加收入来减少送贩影响阮产地的迄个力道啦。台南芦笋占台湾第2大产区，为了甲将军芦笋推广出去，农会表示未来继续参台湾的通路配合。另外，伊嘛按算这礼拜假日要办活动，通互众人入捌在地产业。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气候反常、极端的天气，也有新出现的病虫害，对靠天食饭的农民有真大影响。彰化县福兴乡农会对1年前开始有找食物医生来巡山区，用机器去检查着病的农作物，对症落药，帮助农民解决病虫害。大的时阵啊，你放者到土内底，到这旱季到这一空的。农民摕旱季来互食物医师看，希望找出农作物着病原因。彰化福兴乡农会1年前开始有拄备食物医师证书，要来解决农民种作拄着的疑难杂症。后着边就要摕到改良场，即摆听个直接摕来到咱农会做搭军，农会嘛伊家叫叫迄食物医生吼落去查咧看卖，所以真方便。进前即个就是无落雨。虫仔即个红蜘蛛就一直走出来，对虫仔的气味、甲酸仔的气味，搁有即个豆仔的气味嘛是一直走出来。食物医师表示，过去若是农作物着病，农民拢惯势去农药行买药仔来抓，但是安尼有可能会用唔着药仔，或者是无准则好势，造成农药过量违规。食物医师咧以会对症下药，透过焊镜、显微镜来检查，依照原因种植的面积来开药园。若是拄着即个病虫害问题啊，就是问即个厝边头尾是去即个药店去摕药啊。一般的即个外口的人就唔知讲啥物倒一支药较有效。因为因渐渐嘛咧建立即个病虫害的即个电子资料库啦，所以如果是会当鉴定出是啥物款的病虫害，伊就会当马上对症下药去甲伊开药方。农会表示，台湾因为天气淡搁热，农作物较会有病虫害的问题，加上天气反常歹种植，拢互靠天食饭的农民面对真大挑战。即阵透过食物医师的辅导，精准用药，希望减少农民拢靠农药，嘛确保食物甲环境的安全。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新竹县文化局甲县治设计做趣味的刀仔椅，甲新竹的风景区历史文化，还有起果碰柑等特产设计做题目，互大家透过游戏认捌到新竹县的特色。
有形文化资产。文化资产，车站应该可以看。掀开卡片，找出相关的景点。卡片内面有包括历史文化以及人文特色相关问题，比如讲新竹产业就爱找到起饼、碰柑，趣味的倒椅，互大人囡仔拢生甲真欢喜，而且可以当对内底学知识。可以让小孩子认识各个部分，就是比如说哪个乡镇有哪些的特有文化。游戏当中就可以。去对我们所生长的这个环境有更多的认识。透过那样的方式，会对我这种就是历史背景没有很好的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新竹县文化局经过半年的规划，把新竹县市设计变成趣味的倒椅，希望透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对新竹县的人文特色更加了解。包括了像我们的泰雅族的乐器，然后地方历史建筑像五浊流故居，以及客家八音、方口诗、包中庭义民祭典，都是相当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的内涵。那希望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认识我们地方的，用游戏的方式来认识我们新竹。除了趣味的倒椅，更加大家发挥创意，设计出家己的家族族谱，和族谱呈现出色水丰富活泼的方式，实在真有特色。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发到台湾传统的车鼓戏说唱艺术的式团契，歌手陈明章和民间基金会发起台湾民谣整治传习计划，要收23个艺生来传承这个传统民谣。旭阳民俗车鼓剧团的3位艺术同齐演出《书君谈》。车鼓店创作的内容时常以描写生活、农村和文史为主，今麦已经真罕地看到。创立50档的旭阳民俗车鼓剧团嘛，拄到传承的问题。为了无爱互珍贵的台湾民谣社团，红建全基金会和台湾乐器民谣协会推动台湾民谣整治传习计划，29公布艺生的评选结果。23位的艺生，然后背景事实上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从就本身在从事音乐到室内设计到不同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有新的火花、新的创意。你能做多少就算多少，我们一代也是这样一代传下来的嘛。因为我们上个月的努力，让我们今天台湾可以这么丰富嘛。那我们也希望下一代会比我们更丰富。这个传习计划总共2年，自今年3月底开始。这23位艺生要和旭阳民俗车鼓剧团3位国宝级的艺术学车鼓南管的演唱，和三弦乐器大贡献。团长高宪山表示，因会甲一生所有的功夫拢好好教予这艺生。我是希望讲咱的艺生的时阵，大家拢会当为头学尾唔中途奋战到底。奋战到底，拢唔休困安尼，唔好搁退出这个主线安尼就对。为着要展现成果，主办方嘛打算要安排艺生和艺术，伫台湾乐器民谣节的车鼓南管节也做回定台演出。主办单位和旭阳剧团拢期待这个民谣整治未来会当为台湾的艺术文化加添新的活力。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伫咧英国伦敦北部有一栋老仔厝的壁，这顶头有一寡青青的色料，向远远甲看，原来是摕一张光溜溜无叶仔的树仔，甲伊画叶仔起哩。这就是英国真出名的造壁大师班克西的作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张这个树身甲树枝的树仔，怎么有了青色？虽然不是真正的树叶仔，也不过这张树仔加真有生气。这幅作品上起初互人发现时阵，就因为伊的风格，互人又讲是英国造壁大师班克西的作品。背后班克西也伫咧社群媒体正式讲是伊的创作。壁画是出现伫咧伊斯灵顿自治区芬斯伯里公园路边一栋建筑物的壁面，社区民众真意外也真欢喜。英国工党前联党国柯宾讲，真欢喜看到家己这个人口上密的地区有班克西的作品。Already, it's put us on the map. Finsbury Park has got a Banksy. 我伫咧 BBC 第4台主持过班克西故事节目的主持人皮克讲，建筑的白色画壁顶头喷着真侪青色，甲伊斯灵顿议会标志的色水同款，而且这区也是绿化上少的区。This has got a very strong eco message. Like the person in the stencil, perhaps when we find a built environment that hasn't got a lot of green and natural stuff in it, that perhaps we should try and make it more green and pleasant.
伊是林顿议会讲，社区作弊清除小组有注意到这部作品，掩过被改清掉。目前知影这丛树啊是樱桃树，树龄差不多40到50冬，无啥健康，掩过会继续养护。一栋建筑物的业主乔吉欧讲，这么厝是空掉的，想要出租，伊将这部作品留来互大家欣赏。办公室一般拢是伫咧上一当接触社会大众的层面，比如讲壁面顶所在展示家己的作品，也讲一寡社会发生的代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吉兰到新竹对13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0度。金门马祖对12度到21度。第新闻之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